枭神夺食，枭的是什么？还有眼里人哦，好棒哦！哦，一盆卖50块呢。哦，优秀优秀。哦，好棒好棒啊！新国高中的校友，哦，优秀优秀啊！龙马呈祥，龙马呈祥，很快就马年了，就马到成功了啊！哦。赞赞赞啊！对，优秀优秀，哦，好棒好棒！来，哦，那老师还在哦学校教的呢，优秀优秀。他对每个人画出来的那个风格不一样。哦，好，优秀优秀。现在我画的风格就不一样。哦，对的，艺术家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在画动漫头，后续去画它的时候，发现其实它就像人的生命一样，从一个小圆点开始。对，然后会有一些花瓣不圆，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很圆的时候，后面都可以这样一直补上来。就是比如说，它这个形是固定的吗？没有，你自己怎么去想？没有，这个是我们自己画的吗？对呀，这个一张白纸自己画。对啊，有的人是把它用来着色，画好的然后拿来着色。然后我比较喜欢创造，让他们用创造方式。我画有点不是曼陀罗画吗？是叫曼陀罗画。这个你到丢人了，这个叫曼陀罗画。我叫车去，哎，不好走，过来。
阳光明天，补充能量啊，补充能量啊，来阳光明天，补充能量。阳光明天，补充能量。然后是想说，做好了很好。要买就拿一张。我没带钱，其他全保。全部的他们。河间哦，哦，河间哦。拢有啊，这应该拢有，应该大概逐年拢有。哦，赚哦赚哦赚赚赚。好啊，好啊，啊你啊，大家都会叫，啊价钱就是平安的啦。哦。差不多4十那就是平安的。哦，这南印度是不是？哦，好棒好棒啊！印度米煎饼哦。哦哦，南印度的。然后还有隐藏版的香料皇家炖饭哦。哦，咖喱饭啊，香味啊，咖喱饭的香味啊。不加面粉，肉米跟哦哦，你看啊，色香味好棒哦，你看哦，咖喱饭哦，哦咖喱饭哦。好，哦赞哦，你看哦，赞哦。我们是没有在菜单上面的隐藏版哦，隐藏版。这样这样不会坏掉啊？不会，我们先。哈哈哈哈！哦，这南印度。印度饭哦。啊，那咖喱饭哦。做南印度料理，对，然后是全素。哦，全素。咖喱耶，有。刚刚那个姐姐看到这个炖饭啊，没有在上面的。咖喱饭啊。啊。咖喱饭啊，咖喱饭啊。谢谢。哦，迄拄仔咱有 QR code 上好。哦，刚好都有 QR code， 好用心哦。还好啦。好用心啊。哦，好棒啊，好用心哦。哎，好用心准备啊。是没有了，太好了。老板谢谢。老板你好。是卖什么的？到。好优秀啊！哦，好棒啊！哦，好棒！哦，好棒啊！你看，油饭60块呢。哎，你看油饭那60块呢，哇，油饭那60块呢，好高的哦。哦，高干的啊！赞哦啊！哈哈。好，谢谢。没关系的，最后几个了。感恩啊！啊！啊！咬。哦，这个油饭。哦，赞，来咬饭。好，谢谢。哦，慈心甜蜜乐园。慈心甜蜜乐园。
要上去参见了。好棒，好棒哦！好。小朋友，那个气垫，那个氧气垫的，有啊，踢了恐龙啊，哈哈，很有创意啊，哈哈。教别人吗？还是没有？
活体新会班的教室，新道清上课教室。活体新会班的教室啊，也是图书馆呢，图书馆2楼图书馆。刘禹锡的照片呢，好多视频。陈良震老师啊，他写《金刚经》呢，跟义和圣堂、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结缘，还有好多书法作品。Dạ.